我好高興今日出席香港義工獎頒獎禮暨論壇2025，為無私付出所有嘅義工打氣，並且衷心恭賀各位得獎者，你哋得獎實在係實至名歸。今年嘅香港義工獎咧，以創新領航、行義新時代為主題，鼓勵義工，特別係青年人，將創新同埋科技元素咧係融入義務工作，並且咧應用喺義務工作嘅服務當中，以提升服務成效同埋影響力。衷心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義工獎嘅支持，義工局同埋評審團隊所付出嘅努力，以及所有義工朋友同埋機構嘅踴躍參與，期望義工精神代代相傳，溫暖全港。我哋多謝各位義工，你哋嘅付出同你嘅堅持，共同成就香港義務工作。希望大家繼續延續行義嘅精神，感染更多朋友參與義務工作。今次咧，我哋增設咗咧論壇嘅環節，咁我哋請到海外、內地同埋香港本地嘅嘉賓，同大家分享義工嘅經驗同埋一啲創新嘅理念，探索一下義工未來發展嘅方向。創新領航。